追思先圣王，乃封神农之后于交，黄帝之后于祝，帝尧之后于季，帝舜之后于陈，大禹之后于启。于是封功臣谋士，而师上父为首封。封上父于营丘，曰齐。封地周公旦。于曲父，曰鲁。封赵公氏于晏。封地叔先于管，地叔度于蔡。于各以次受封。武王征九牧之君，登兵之父，以望商议。武王至于周，自夜不寐。周公旦及王所。曰：何谓不寐？王曰：告女为天不享阴，自发未生于今60年，麋鹿在目，非鸿满也。天不享阴，乃今有成。为天见阴，其登